第一次去貴賓室，等我睇下入邊有啲咩食。小朋友喎，今日咁多小朋友過嚟旅行，超大啊呢度！呢個關小廣場。而家去咗花地瑪啦，食完飯之後，你哋睇下，都畫喺牆上面嘅壁畫，跟住呢度有個勁長嘅走廊，似係啲信徒會行過嚟嘅地方。
嚟咗呢個杜魯多古城啊！